汽車聲、路軌聲、人逼人、氣味混雜、肢體觸碰，唔敢刺激無限放大。我會用感官爆炸嚟形容。我不斷要好努力咁樣去揾辦法去生存。開心、沮喪，其他人嘅情緒都會牽動佢哋。爸爸媽媽鬧交，可能係冷戰。我係好 feel 到係好沉重、唔開心嘅感覺。我會覺得呢啲感覺係我自己嘅，我分唔到嗰啲係媽媽嘅情緒。高敏人士嘅情緒同感官特別敏感，所有感覺被放大，有苦自己知，但係喺人哋眼中就係分外挑剔兼尖。佢哋點樣同敏感共存？我個人生入邊，高敏應該係會陪住我嘅。我而家已經唔再去怕啦，因為我有信心自己會揾到辦法去迎接呢啲挑戰。話你幫媽媽噴噴，係咪啊？Sharon 有2個仔，2歲嘅細仔日朗平時最中意去公園玩，爬高爬低就最開心。不過好多小朋友都中意坐嘅韆鞦，佢就好抗拒。試去坐啦，好嗎？媽媽一齊坐好嗎？小小樹，樹兒在水中，用力啊，用力啊，用力啊！都係嘅，媽媽有啲嘢都唔中意嘅，不過都可以試下嘅。Sharon 明白日朗唔中意韆鞦嘅搖晃感覺，所以唔開心。佢留意到細仔對聲音敏感，就唱下歌嚟平復佢嘅心情。係咪啊？用力啊，用力啊！佢哋會聽到好多音啊，即係譬如可能佢係喺度喊緊，咁我一唱歌佢會靜一靜，就會療癒緊佢咯。Sharon 做過20幾年幼稚園老師，有豐富照顧小朋友嘅經驗，但係照顧自己2個仔，佢就筋疲力盡。佢好細個嘅時候，佢真係好黐身。我好快嘅，我好快翻嚟，好嗎？哇！我去個廁所都要揾人睇住鉗住，佢係狂喊嗰啲咯。佢可能個安全感問題，就會覺得好似唔可以離開媽媽咁咯。好啦，婆婆行啦，婆婆行啦，婆婆行啦。我係變咗不停咁內耗，不停咁樣好攰，好攰，好 dry。後嚟上網睇過唔少資料 ，Sharon 開始懷疑個仔係高敏兒，即係高敏感兒童。高敏嘅概念係由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喺90年代提出，近年開始被社會關注。成因係大腦內嘅神經系統未能夠適當接收同處理環境中嘅刺激，遇到細微刺激都會好大反應。高敏分開情緒同感官敏感。由於所有感覺被放大，高敏人士容易受過度刺激而唔舒服，亦都有高度同理心，情緒容易受影響。佢哋會對事情有深入嘅解讀，亦會輕易察覺細微變化。心理學家估算，世界上平均每5個人就有1個有高敏特質。心理學上有量度高敏傾向嘅測試，分別有小朋友同成人版本。Sharon 幫個仔填咗檢測量表，交俾臨床心理學家分析。咁13分以上咧，都可能係有呢個高敏嘅傾向嘅。咁細佬咧有21分咧，佢好多樣咧都似乎無論係情感上邊啦，定係感官嘅刺激上邊咧，其實佢都真係比較敏感多啲啦。高敏咧係天生嘅，的確咧係有遺傳嘅因素去影響住嘅，類似係性格特質咁樣樣。其實佢就唔係一個醫學嘅病症啦，亦都唔係診斷嚟嘅。好多嘅家長都會係唔係特別清楚其實高敏係咩嘅，就純粹會
用好多嘅負面少少嘅標籤去講嘅，會話啊諗多咗啦，會講話佢哋成日少少嘢化大嚟感受啊。你要咩啊？做咩唔得？撈埋好嗎？幫你撈。佢想啲湯或啲餸啦，同埋飯要分開啦。即係你，如果你夾硬要咁樣做，佢咪喊咯。我都想有時會即係俾佢試下，可以喺學校食飯撈埋喎。咁人哋學校唔會就你要分開啊。你想買咩嘢？我哋要換褲褲喎。我睇下你。而家唔攞咁多喎，你想自己攞係咪？着呢條褲咯喎。我唔要呢條褲，我要短褲。唔要。好冇？我唔中意。唔要。咁媽媽着噶啦，你冇褲褲噶啦，你冇褲褲噶啦。佢唔中意嗰啲唔長唔短嗰啲，即係因為我之前同佢着過啦，佢就踎低係咁扯住條褲，好似行唔到咁樣。知道個仔係因為高敏，Sharon 話會時刻提醒自己，照顧佢要更加有耐性。佢諗翻起自己細個都好容易受到細微嘅變化干擾，影響情緒，可能係將高敏嘅特質遺傳咗俾日朗。譬如個燈掣着咗，燈上面有粒光點咧，跟住我成晚就瞓唔到。我細個時候，譬如我會好感受爸爸媽媽開唔開心，我覺得自己驚青啦，冇信心啦。夏日炎炎，去海灘玩係最好嘅消暑方法。但係對於 Jenny 嚟講，隻腳未行到沙灘已經令佢焦躁不安。30歲嘅 Jenny 同樣屬於高敏一族。由於高敏係天生嘅，唔會隨住年紀越嚟越大而脫敏。Jenny 由細到大都好抗拒去沙灘，有10幾年都冇踏足過呢片禁區。離遠已經聽到好多聲啦，即係海浪聲嗰啲啦。咁再行近啲，開始見到一望無際嘅海啊！一下冚上嚟嗰下，我覺得都係好驚佢，唔知會唔會捲走咗我啊？可能其他人甚至乎覺得舒服添，即係摸沙嘅感覺，但係對我嚟講係痛咯。係咪走得㗎啦？喺細個可能好多人都好 enjoy 一啲活動嘅時候，又要克服一啲可能驚或者唔舒服啦，又要諗其他人嘅期望啦，又唔想麻煩到人，好似冇乜點樣去放膽去玩，我好似 skip 咗個童年咁。再係 Jenny 嘅同事，佢哋兩個都係兒科職業治療師。Jenny 明白逐步嘗試，高敏都可以慢慢克服。佢亦都喺 Joyce 嘅鼓勵之下，願意踏出10幾年嚟嘅第一步。我都特登係多啲係攬佢啦，搭住佢啦。我哋就叫做一個深層嘅按壓嚇，讓佢嘅神經系統去放鬆啲啦。嚟到沙灘，梗係落去玩開心啦，但係真係對我嚟講有困難。咁但係可能人哋未必見到我入邊承受緊嘅嘢。其實我最希望就係有人陪我咯。當我覺得我自己 ready 嘅時候，我自己會行出我嗰一步咯。Jenny 可以選擇唔去沙灘，但日常搭公共交通工具就避無可避。我試過唔記得帶耳筒，但係要搭鐵嘅話，我會即刻揾地方買一個遮住環境聲啊嘛。Jenny 形容佢平時不停接收到嘅刺激，就好似超高清8K 畫面咁，令佢好容易攰，唯有盡量避開繁忙時間。請勿靠近車門。我聽到嘅可能係即係廣播聲啦。咁廣播仲要係車廂內同車廂外、車廂與車廂之間嗰啲吱吱聲啦，仲有嗰個路軌嗰啲轟轟聲啦，仲有其他人聲啊、睇電話嗰啲聲等等啦，好難避免會有啲碰撞咁樣。咁我都會覺得好唔舒服嘅其實。又或者一啲氣味啦，覺得好多好爆炸。我估我返到去應該即刻可以瞓着㗎。
Jenny 嘅工作每日都會為唔同嘅小朋友做活動治療，少不免會接觸到令佢唔舒服嘅刺激，但佢都盡量去克服。佢又黐粒粒啦，然後即係好鞋啦。如果我平時自己一個，我係唔會掂嘅。我初期都會諗下啊，我會唔會應付唔到咧？咁樣樣專注做嘢起上嚟，其實係唔會記得㗎。一齊飲啖先，好，唞一唞。Eddie 係 Jenny 嘅上司，明白 Jenny 面對工作上嘅刺激會特別容易攰，所以經常提醒佢要適時休息。佢係好努力、好用心嘅一個同事，佢會谷行自己。我調翻轉，我係請佢，喂，你可以慳住使啊！你其實個油缸唔係好多油，下下用到盡都唔係辦法。社會大眾唔認識高敏，可能覺得高敏兒係挑剔、細膽，但 Jenny 覺得高敏係上天俾佢嘅天賦，令佢面對有相似經歷嘅小朋友更加感同身受。我有時都會同啲小朋友講，你哋其實係有超能力㗎咯，係啊，只要我哋好好咁樣去處理佢，佢可以成為一樣好好嘅禮物啊！Sharon 有兩個分別14歲同2歲嘅仔，都係高敏兒童。大仔文聰對於環境特別敏感，容易同其他人嘅情緒產生共振。如果周圍嘅人有好多負面情緒，文聰都好容易躁動。佢係一去到好似失控咗，即係好似係咁跳咯，佢自己都控制唔到。咁嗰陣時，老師其實話會唔會佢係嗰啲活躍嘅問題啊？叫我留意佢。咁但係咧，我發現佢一離開咗個場所，佢又會 calm 到嘅。可能喺嗰個場所裏邊，佢感覺到嘅一啲能量，而我哋感覺唔到。OK 嘅，人多擠迫嘅地方，環境刺激自然更多。文聰特別容易覺得攰，兩母子特別行快幾步，買完嘢趕住走。有啲膠啊，呢啲膠得呢個可以嘅，咁就試咯，你試下。你攞件細碼又觸覺敏感嘅文聰，着衫好怕焗身，揀衫會特別注意質地。招牌方面，我平時掂到皮膚都會有少少吉啊痕呢啲，我係好難忍受嘅，係啦，就甚至自己掂都覺得唔舒服嘅呢啲位啦。高敏兒除咗喺感官上特別敏感，亦會傾向深入思考。讀緊中意嘅文聰中意抄低哲學金句，探究背後嘅意思。有一啲道理可能比較難明白嘅，我查到個答案出嚟啦，咁我就好開心咯。就好似呢句啊，好多時候自以為改變了的人，仍活在過去之中啦。社會大部分人唔理解咩係高敏，有時連親戚朋友都覺得兩個仔麻煩又奄尖，曾經令 Sharon 飽受壓力，都好挫敗嘅，因為我覺得我係教育界，跟住佢即係佢哋就會話。你咁樣你都教唔到你個仔，我就會有時都好心痛咯。即係我係盡量去接納佢啊，佢哋就會覺得我縱容緊佢咁樣。嗰個花園真係好舒服啊，係咪啊？有隻蟲蟲喺度嘅。係喎，連蟲蟲都瞓覺嘅。就喺度諗啦，嚇呢個。因為仔女係高敏兒，Sharon 認識咗唔少有相同處境嘅家長。佢朋友泳詩都有一對高敏龍鳳胎，佢哋發現而家冇團體支援高敏家庭，計劃成立有關嘅支援組織，俾更多家長認識咩係高敏。
否則盲目否定小朋友嘅感受，可能會影響佢哋嘅自信心。有專家就建議，如果小朋友高敏範圍廣泛，嚴重影響學習或者生活，就要及早介入。治療師咧就會為小朋友咧度身訂做一啲嘅治療活動啦。如果咧係好怕一啲毛神神嘅嘢咧，其實我哋喺臨床上咧會懷疑小朋友咧係咪出現一啲觸覺嘅敏感啦。我哋透過一啲玩剃鬚膏啊，玩一啲唔同質感嘅遊戲啦，首先讓佢咧喺一個遊戲當中咧開心咁樣咧接觸下唔同嘅質感啦，適應呢啲感覺。Jenny 自細喺情緒、感官方面都好敏感，直至喺大學讀職業治療嘅時候，佢先開始認識高敏。成長路上，佢都好介意其他人對佢嘅負面標籤。喺屋企長輩嘅角度，可能係奄尖啊，變咗港女啊，或者公主病啊咁樣樣。曾經好擔心，其實係咪自己一個會好啲，唔好連累人哋。好彩大學同學 Jan 好體諒佢嘅處境。我哋出 placement 之前要補打某一啲針先可以出嘅，其實成班都知佢驚打針。我聽到佢尖叫咗一聲之後咧，我好凄厲，跟住之後擰翻轉頭已經暈咗，佢仲好似差唔多暈咗1個鐘佢先醒。今次入到嚟呢個 lab 都好緊張，喺大學讀書嘅時候，解剖係必修科。Jenny 面對大體老師雖然好驚，但佢憑意志克服，仲以優異成績完成。唔好意思，我自己又怕血，咁去到街市都唔敢望咁樣。有時可能要戴手套去處理嘅話咧，咁會聽到有啲聲，我都會有啲唔舒服嘅。因為我好想 pass， 我要做 OT。一投入咗落去讀書嗰 part 咧，咁真係冇時間驚啦。見佢越強越強咁樣，其實我係好 appreciate 佢嘅。揸住個鐘，好事。現實生活本來就有大大小小嘅刺激，舞蹈室成為 Jenny 嘅避風港。跳舞對我嚟講，好專注喺個音樂同埋喺自己個身體嗰度咧，我就可以俾個腦休息下。雖然細個已經學跳舞，但係接觸空中舞完全係因為一個小朋友嘅説話。有一個小朋友好深刻，我記得佢問過佢媽咪同埋我，就係點解你哋成日要我克服咁多嘢咁樣？好想陪嗰個小朋友一齊試下克服啲嘢咯。我細個係唔玩千秋啦，好怕暈啦。我去繼續嘗試，我可能會失敗嘅，但係失敗同成功都冇乜大不了啊。但係最 worst 就係放棄，因為放棄咗就連下一次嘅機會都冇。翻嚟啦，唔好望廚房，入去擺低個袋先。返到屋企食飯，Jenny 媽媽為咗想個女食多啲，所以喺菜式上都花盡心思。佢咧天生咧個同理心好犀利嘅。自從去咗公園見到鴨同埋鵝喺池裏玩得好開心之後咧，佢就唔再食鴨同埋鵝，唔俾佢見到我就撕呢啲肉俾佢食咧，佢會食。我細個係食白飯嘅，成日都喺度幻想，如果我同媽咪係嗰隻動物，跟住有一日行下俾人捉咗，煮咗嚟食，咁我又要同媽咪分開，所以我細個一餐飯裏邊係諗好多嘢。擔心個女營養不良，媽媽就不斷鼓勵佢要幫人，首先要照顧好自己身體。佢知道佢要食蛋白質，但係蛋黃咧佢唔中意嗰個感覺，咁佢就用啲水
就擺個蛋黃落去咧，就整溶佢，然後加少少糖，就好似蛋黃糖水咁樣。你細個咧就唔俾人哋錫嘅，咁我都試過嘅。你咧第一時間就擁開我咯。我又要玩，但係知實晒咯。因為觸覺敏感，Jenny BB 嘅時候已經好抗拒身體接觸，亦都自此冇擁抱過父母。佢好想克服呢個心理障礙。你想我攬邊度啊？我可以膊頭。呢個感覺好陌生，未試過。我覺得以為唔可以，以後唔可以咁樣掂佢或者攬佢。好多謝你哋。其實我真係好愛你㗎，Jenny。守候20幾年，父母終於等到呢個擁抱。因為我一直以嚟都覺得我個世界係人哋好難明嘅，係有時會覺得好孤獨，係咯。但係頭先攬住嘅時候，我覺得有啲嘢終於可以有個依靠，有人陪住咯。